今天是2004年12月12号，藏文课是第13次。根据咱们大家的建议，那个第一章学完了呀，咱们插学一下这个藏文的心经，这样可以作为每天的念诵功课。昨天请周老师给这个简单讲了一遍，然后读了一遍，回头把录音放在网上。这个，在讲心经之前呢，可能还要2课呀。咱们完了就讲啊。今天的复习呢是简单复习，就是读一遍，还从第10页吧，翻到第10页。给别米腰间提塞。第10页。俺了在塞帕麦可ham索马热琴。哈里赞丹桑包伊。驴给车东塞瓦尔切。后边咱们都断开读啊，长句的都断开读。耶米拉谢热给餐提。牛西茶包让西给行。伢把他给伢给。伢居内忙度行。哈朗提囊内。口桥寄给不东巴通内。给不米拉借打扫。口秀你给。红巴沙巴叽叽两年内。红白囊秋张麦刚的。三个同在机囊度旧内。美容给卡借。让给雷巴日谢那样。恰瓦他们借车给住。嘎瓦通呢特给绝。给别这杯米东咱们约吧。巴西这光给西内顶家哈。俺推对阿妈堂人机拆念巴来。这鸡的牛肚吃。耶稣下跳苏奥度给度乔宾度帕热度亲吧囊度月度云度蓝度苏尔度闽语度哈萨鲁哈萨尔萨塔鲁萨塔尔下跳苏着。给包嘎丁给单萨尔群。也缺了给。用龙绝了对。塞骂了嘎。哈吉苏一度翁瓦了对。哎能叫把了塞小扛起。巧毛了塞小短皮。却给俺了色东忙包秦巴印。卡塞木秀土度狗儿。土港些那满度狗儿。人他们借抽包送。这处那么给。骆驼300。不养通度松。九马养通度松。想别乃那个么。盲包枪度绝。
江部大队，中沃亚度队，夏瓦帕尔队，果瓦鲁度队，拉瓦拉尔队，加纳给米他们姐，戴毛拉错，娘擦嘎干给铺，出落度送毒，卡尔达瓦拉准美托，拉玛拉查巴西约巴特，爱鱼度达尔当。翻过来，第3行，切度，群度，七度，来度，接军给南巴塔巴西，卓外群度即将修改，改变平棒南，改瓦居切姆拉内边370度。分2次啊，改瓦居切姆拉，内边370度，炸进几百切姆拉切，达尔扎琴，翻过来，哈康度缺单元，与瓦拉纳西谢恰瓦纳，给包苍白琴谢恰瓦西约，俄库拉普芒包约，阿玛拉普木吉盖，盖白米拉，长白当盖，普琼外多界单独，哈康记，普琼外多界单独，哈康记，索马丘伊登渡桥，努尔布登渡下江井，马麦松包地呢，爱他带地巴西给居所，雪巴马塞给，云代白去呢，爱个真给雪所，你莫下瓦那确顿，南朗马塔杜，军家委叫我们等待了第个节学到，还分2次啊，军家委叫我们等待了，第个节学到，军毛雷卡尔，给补充，推测重开台呢，刚才就是这个台，我经常把那个拿高起来，正常的呢应该是拿读轻声，就台呢，推测重开台呢，感冒西啦普大度古瓦尼西约，推上阿妈娘俺来带说，下边沙内扎盖，哈来奥马脚，给包地区数，加南内满堂最穷，墙内擦捏，爱也给包，那么人送咱台，采本给人来3年，拉对人来5年，墙给拉错来擦年，
称别人来商业，称别人来商业，让给茶来家业，让给茶来家业，家一囊来把窝汤，家一囊来把窝汤，东给囊来开把带，东给囊来马拽草来求塞儿汤，马带草来求塞儿汤，干草切来哪不穷，干草塞切来哪不穷，俺呢起干草来红，俺呢起干草来浓，塞给人顿忙来干，塞给人顿忙来干，热白草顿顶来干，热白草顿顶来干，下季下泥呢，下季下泥呢，下出给帕多，下出给帕多，起南把那错给，起拿错给，全都变嘛年，全都变嘛年，哈萨呢西嘎在帕儿，哈萨呢西嘎在嘛，苏呢南平给帕儿，苏呢南平给帕儿。下边是新课，这个上边讲的那个乃呢是起点，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下边还是这个乃，就是另一个意义了。咱们看这个啊，说乃和方位名词囊给结合，囊是里，给是中间，一结合成了什么呢？成了囊乃给乃，囊乃就是从什么里，从格嘛，还是从什么里？这个给呢，就是从什么中间，实际上也是从里头的意思，从什么当中。结合成这个之后呢，加在属格名词后，就是前边要带属格什么什么的，它做形容词的状语位于主语之前，表示同类比较中的被比者，就是咱们上节课也介绍了，说起点如果是被比较者呢，也有起点的意思，被比较者是标准，以它为标准，别的比它如何。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个叫同类比较者当中的被比较者，就是乃前边是被比较者，下边那个括弧里头有一个说同类比较藏文是蕊吞蕊吞雷群蕊吞雷群嘎尔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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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蕊是类，蕊是类别，蕊是类别，吞是一致相同，这就叫同类。嘎尔瓦是一个动词，嘎尔是什么呢？是隔离分开，就是好像是划分开同类别，就是同类别当中再搞一个划分，就是同类比较。咱们同类就是指的大类，它们是一样的，然后它们之间呢还有小的差别，把这个同类之间的差别比较出来。咱们看具体的例子啊，第一个是哈南给囊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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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是天神，南是门，就是众天神众天人，给是的，囊是里头，乃是把前头呢从他们里头，你从那个从这的基本含义就是天神的里面，从天神的里面，从天神的里面，它现在后边呢不是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而是从天神的里头呢选出一种这个特殊的东西来说出它的特点来，等于是把全部天神呢作为一个被比较者，说全部的天神里面呢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呢？甲金贼，读甲金贼，甲金贼，甲金贼，甲是100，勤是布施给予，就是给东西的给。甲金是地是天的名字，这是意义，地是天的名字。具体这个意思我还没琢磨出来，为什么地是天叫甲金呢？它的名字是很多，就是这甲为什么叫甲金，我没琢磨出来，就是100给百施，
是不是地势怎么得地势果报呢？你肯定得大布施，估计可能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你修很多的布施才得这个地势天的大福报。地势天完全是个福报，这个国王是天上的国王嘛，这是美丽。说众神里头呢，这个地势天是最美的，就是指它的容貌。为什么地势天最美呢？就是它福报最大嘛，它修布施修得多，修善法修得多，它自然这个相貌就庄严。你看这个乃的用法就是说什么呢？从格的本意是从天神里头来说地势天是最美的，实际上这个地方具体的含义呢，它就转成了一种什么呢？就是众天神里头进行比较的话，地势天比众神是最美的，有这么个意义。就是乃前边是被比较者，有这么个语法意义。咱们来读一下啊。哈南给囊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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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金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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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南给囊呢，加金贼，哈南给囊呢，加金贼，哈南给囊呢，加金贼，哈南给囊呢，加金贼。再看一个比较的例子，他说日西囊呢，日西囊呢，日刚才说了，日是种类类别，它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种姓。这个姓是那个姓名的姓，女字旁的姓，种姓。种姓呢，咱们中国没有，印度有。印度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印度人是分4个种姓的，就是说你生在什么种姓里头，生下来就是什么种姓。就好像咱们这个咱们中国人里头没有这个概念，中国人是黄西的那个叫八旗子弟，八旗子弟啊，八旗子弟算一个种姓，就是你生在八旗里头呢，是八旗子弟，就是皇族，实际上他是皇族，等于说这个就跟皇上似的，你必须生在皇家，你才生下来就是皇族皇家，这也算中国人一个种姓这个概念。印度人那个种姓啊广泛，他是整个人分4种，婆罗门是这个宗教仪式的这些人，刹帝利是这个皇家，然后这个吠舍大概是是叫什么呢？就是这个工商阶层，就是这个公民比较有地位的这些这个公民。最后还有一个叫这个树陀罗，这是译音，实际上就是贱民，就是从事一些这个低级职业的人，贱民。他们这个种姓观念呢是非常严格的，就跟中国那个皇室观念差不多，就是你那个就是非常严格的，这个一直到现在啊，影响还是很深的。它种姓概念，种姓一共是4个，所以叫4种姓。后边这个习是4种姓，4种姓这是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带一个属格，囊内就是4种姓当中，就是这个意思。4种姓当中呢，它比较出一个什么来呢？mang ri man， mang ri man， mang ri man， mang ri man。mang 是什么呢？ mang 的本意是平民百姓，公众。但是在这儿呢，他这个平民呢，不是指的一般的老百姓，是贱民。ri 是种类种姓 ，mang ri 就是这个平头百姓的那一类。实际上在印度啊叫贱民，就是很低级的，都是这个打杂工啊、杂役呀、什么掏粪的、杀猪的，什么反正就是这些人们不愿意从事的这些职业。他们这个好像贱民，好像是这个身上带个铃，他往那儿一走呢，人们知道贱民来了，躲远一点，好像都到这种程度。就是这个古代的时候，人们是绝对不碰他们的。这个贱民地位很低，所以 man 就是高低的低，就是4种姓里头呢，这个贱民最低，贱民最低，就是4个种姓里头它是最低的，你看4个种姓里头贱民低，那它就是最低了，所以呢，乃前边代表被比较者，就是基础，就是被比较者是4个种姓里头进行比较的话，其中是这个贱民最低。咱们来练一下读音啊，日西囊内，
人西囊内，人西囊内，人西囊内，忙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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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西囊内，忙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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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句子比较好懂，主要就是体会它这个就是乃前边呢，如果从格理解，就是从什么当中说出一个情况来也可以。要是说的准确一点意义呢，就是在这一堆里头，就是在这个范围内进行比较，哪个最高，哪个最怎么说出一个特点来，这个意思。下边一句，他那么给进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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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代表全体牛，它这个具体说是母黄牛，实际上代表这个全体的黄牛。这个帕纳姆啊，这个地方呢，他说的是奶牛，这是他具体指的了。实际上这个帕就是一个牛的一个总称，他这具体指的这一堆牛们呢是奶牛。说这个，因为他后边说的是关于奶的事儿，所以是奶牛的 G 是中间，在奶牛中间进行比较。哪个么我妈忙读那么么那么哪个么我妈忙那么我妈忙哪个么我妈忙那么我那忙我妈忙。这个在奶牛中间呢一比较呢，哪么是黑的，是吧？哪么是黑的，哪么呢就是黑的，黑的这是个形容词，形容词没有中心词，就是没有贝塔形容的词，省略了。就是在牛群里头呢，在牛群中间呢，哪么黑的，就是用形容词代表了，黑的牛就是黑色的牛。我妈是奶，忙是多。说这个在奶牛里头中间呢，黑色的奶多，黑奶牛，这个黑色的奶牛奶多，这也是牛里头同类进行比较，其中一种呢就是黑色的奶牛产奶多。意义也就清楚了，咱们练练读啊。帕南给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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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妈忙，那么我那忙，那么我妈忙，那么我妈忙，帕南给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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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妈忙。再来一遍，帕南给给呢，那么我妈忙。帕南给给呢，那么我妈忙。对，这也是就是同类比较，乃前的同类比较。下边呢是乃的又一种用法。咱们来看啊，说乃还可以和表方式状态的国、昂等结合成国乃、昂乃等，加在属格名词或词组后构成状语，表动作的方式状态。就是这个乃，说这个从什么中间这个词儿呢？这个从格跟这个国是什么呢？国是门窗的门，国是门。昂是这个状态，就是情况，什么情况当中，什么状态当中，在这个跟他们一结合，说国内昂内就是门，从这个门中间。从这个门有途径方法的意思，方是方法的意思，所以呢，从这个门，也就是说从这方面，从这方面说，利用这种方法，利用这种方式，就有了这个意思。昂奈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中，呢，从这种情况里，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这种状态中。咱们看具体的例子啊，这表方式方法。米拉多借生给，米拉多借生给，生给的给应该是降下来了，是吧？最后有个撒。米拉多借生给，
米拉多介生盖，这是一个人的名字。最后那个盖后边加上那个撒呢，是一个句格。米拉，这是那个米拉日巴他们家族的一个了，这就是他那个叔叔，也姓米拉，米拉是他们家族的姓。朵介是什么呀？金刚，朵是石头王嘛，介是王，朵介是金刚。僧盖是什么？狮子，就是现在咱们那个印度人叫辛格，好像不光印度人，好像好多都那个辛格，就是这个狮子。他叔叔起的这个名字还挺好听啊，姓米拉，叫金刚狮子。这个看这个米拉朵杰僧格干了点什么事儿呢？后边就是说，葱给国内，葱是商业买卖，葱巴就是商人，葱就是商业，做买卖的。葱给国内就是在这个门里头，在哪一门啊？在那个做买卖人里头，或者说从事商业里头，也就是说通过门有通过的意思，是吧？通过做买卖，有这个意思。葱给国内就是商业的门，通过商业这个门，从这个商业这个门道里头，就是用经商的方法，你就从这儿给转过来了。然后通过经商怎么着呢？是诺日拜位，诺日是宝贝，是吧？这个精华了是宝贝，普通了可以指财物啊，钱呐，都可以叫诺日。拜挖是增添，拜挖这是一个动词，拜挖就是增添发展，增加了。这个拜挖后边加一个撒，也是一个句格。它前边的这个葱给国内就是一个就加了一个，就变成什么呢？就是说方法，通过这种方式。这个后边这个诺日拜位呢，这个加个撒是句格，就是那工具格，也有方法的意思，就是通过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法，由于什么，也可以说原因哈，就是通过这个增加财富，由于增加财富，他做买卖，通过做买卖增加财富，通过他增加财富呢，后边达到了一个什么呢？阿日维讲，阿日是这个以前过去，阿日早一些时候，阿日维就是比以前这个来，这后边这个爬加上一个撒呀，实际上是来，是拉丁。来有一种表示方法就是什么呢？不写来，给原来的那个词尾加一个撒，这是那个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前头是被比较者，比以前呢，讲是这个也，咱们原来说也哈，还有一个意思是更加。将呢，就是基本含义是也，还有意思更加。说比以前更加，注意这更加后边这个写省略号啊，没有意义，不是字，它是什么呢？在这个写这个字的时候啊，写完这个词了，再写一个词盛不下，就是在这再写一个词挤不下了，但是还没到那个页的边儿，用这个省略号填满。是这个意义，就是表示这个刚后边再没有字了，它那个字呢，你去下一行找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它这个省略号啊，没有语法意义，不代表中文的那个省略号的意思，它只是书写的时候呢，填满后边剩的那个空间，表示说这个后边没字。下边那个最后三个单词是秋巴尔丢咱们学过了，是转变变化，转变前边加一个然，就是转变成什么？咱们前头有这个什么曼杜松，转变成走成了药，变成了药，这个也是
转变成了什么？转变成了什么呢？丘巴。丘巴是什么呢？丘巴就是富，就是穷富的富。丘巴就是富人，哎，富了，这个富裕，哎，变得富裕了。看咱们整个句子的这个联系一下啊，米拉多杰森盖，米拉多杰森盖啊，米拉多杰森盖，米拉多杰森盖，这是米拉日巴的叔叔这个人，从给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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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做买卖这个途径，通过这个门儿，通过这种方法，通过做买卖，你看他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方式，就是以做买卖的方法。后边呢，努尔贝维，通过做买卖的这种方式呢，增加了财富。这是个连环句，这是在藏文当中非常常见的，就是通过做买卖增加了财富，后边不应该带那个仨，是吧？这是一个句子，它不重复这个句子，直接给整个这个句子再带个仨，就是说由于做买卖增加了财富，这叫连环句连环套，哎，就是由于做买卖增加了财富呢，造成后边什么呢？阿尔维讲，比过去更加，哎，比过去更加，由于增加财富，比过去更加怎么着呢？是丘巴尔给尔，变得更富了，变得比以前更富了。哎，整个句子出来了，说这个米拉多杰森给呢，他通过做买卖增加了财富，变得比以前更有钱了。哎，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这是米拉日巴去学咒走了之后啊，他们家乡的情况，他母亲呢是越来越这个穷，是他叔叔呢是越来越兴旺啊，越来越盛。哎，就是表示这么个情况。咱们来再读一遍这个句子啊。米拉多杰森盖，从给国内，努尔贝维，阿尔维讲，丘巴尔给尔，咱们来这个连长点试一遍啊。米拉多杰森盖，从给国内，努尔贝维阿尔维讲，丘巴尔给尔，好，再学一句。爱明星你给，这个爱呢，也是这个是我们的意思，就是俺是我，这个爱是我们，就是复数的。明星是兄弟姐妹，就是里头男的女的都算兄弟姐妹们，明星。这个名咱们学过，名是什么呀？哎，就是名，就是名义的名，名字的名。这个星我没查，回头我再查一下，这个看看他这个组词，就是明星就是兄弟姐妹。我们兄弟姐妹，实际上米拉日巴的兄弟姐妹就是他一个兄，他一个妹，就是他俩，所以他是我兄妹。哎，你是二，给是这个句格，我们兄妹二人，这个二他没写人了，就是我们俩。给就是句格，他们两个是主语，他们两个这个做什么动作呢？你也可以先上最后一个找，叫捏是这个揉搓，捏什么东西呢？捏喇叭，哎，这个捏这个手就是揉搓这个手，这个手有一个定语是阿妹，就是阿妹喇叭，揉这个母亲的手，我们兄妹二人呢做了一个动作，揉母亲的手，这是他们做的动作。然后这儿呢多一个横线，就是多了一个状语，就是形容他揉母亲的手的这个一个状况。用什么？怎么着揉母亲的手呢？叫吾为昂内，
吾为昂内，吾为昂内，吾是哭，吾啊就是哭的动作，加一个阿 Q 勾一就是的，哭的，昂刚才说了是情况状态，乃是在这个状态中，在什么状态中呢？在哭的状态中，也就是在哭的情况下，也就是哭着。我们兄妹二人呢，哭着揉母亲的手。这大概是啊，他们家跟那个他叔叔家呀，大概是这个跟他要财产，他叔叔不给，说这个人多你就来打仗，人少了你就去学咒。可能他母亲回去啊，气的这个可能是昏过去了，我记不清了啊。这是俩孩子呢也不懂事怎么办呀？看母亲昏过去了，哭着揉母亲的手，就是实际上就晃一晃他母亲，就让他母亲醒过来啊，可能是这么回事啊，我记不清了。这是这句话，意思不要主要这个语法意义就是什么呢？吾为昂呢，就是说哭着的情况下，就是表示一种这个在这种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这个动作，表一个方式方法，表一个状态，状语，表这个动词的状语。下边咱们来也读一下啊。我明星你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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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为昂呢，吾为昂呢，吾为昂呢，吾为昂呢。阿妹腊八啊，不对，阿妹腊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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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遍啊。我明星你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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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为昂呢，吾为昂呢，吾为昂呢，吾为昂呢。阿妈腊八年，阿妈腊八年，我读错了啊。阿妹腊八年，阿妹腊八年，阿妹腊八年，阿妹腊八年。还能学一句，是吧？看啊。究竟是几点？11点半，那还38啊，这儿快一点。再来啊。翻过来是第18节，用来的从格，来的学完了，用来的，来的呢，这就是边边角角一些这个引申出来的用法了。说用来的从格名词可以表示什么呢？可以表示材料、根据、缘由、被排除者、被比较者，在句中做状语。咱们来这个有这种印象了啊，就是说来前头可以表什么呢？来本来是从什么当中，是吧？也是从什么当中，从什么当中前头可以表材料，用什么材料，可以表根据缘由，就是从什么原因出发，从什么情况出发啊，表原因。可以表被排除者，来可以表在他之外，来有这个含义，就是什么什么来，就是在他之外，除了他，把他排除，把那个来前头那个排除掉，不算他。还有一个被比较者，这个跟前边那个来的那个意思，什么当中就是跟他进行比较，来也有这个含义，就是从什么当中也有这个被比较者的意思。这要看这个具体句子的意思呢，来这个确定。咱们来看例句啊。第一个例句说，做构成义动词的状语，表构成的材料，就是从什么当中就是用什么材料。咱们看这个例句啊，是哈康古拓度，哈康古拓度，哈康古拓度，哈康古拓度。哈康是神殿啊，这个古是1、2、3、4、5、6、7、8、9的9，古。拓是什么呢？它的最基本含义是雷，打的那个雷，霹雳，雷。第二个基本含义是屋顶，就是屋子的房顶啊，房顶拓。还一个意思呢，这个头上脑袋上边，所以这个拓呢比较高一点，顶头上，霹雷，霹雳也是在头上，也是在屋顶上边，拓有这么几个含义。还有一个结果呀，这是比较少用的，就是结果。咱们前面学了一个句子，叫那个猴崽们呢，裸拓塞呗。裸是年是吧？拓是结果，
一年到头得了点结果，就代表庄稼。哎，那个拓呢，就是这个拓，就是代表结果的意思。一年的收获，哎，就是庄稼。后咱们吃了庄稼之后，现在呢，它这个拓呢，基本含义是什么呢？咱们取的啊，一般不取那个雷，取那个顶，就是屋顶。这个地方就是屋顶。说九鼎，哈康，就是这个神殿。看这个这儿看不出意思来啊，咱们就说神殿吧，因为直接这个神殿呢是9个房顶，也就是有9层，就这意思，9个顶，也就叫9层。9层都，这就是这个方向了。后边要有动词，后边动词是贼巴来，读一下，贼巴来，啊，我读错了，贼巴了，贼巴了，贼是那个做的敬语，做事情的做，贼吧就是做，拉呢是时间余格，就是做这件事的时候，或者是在做这件事当中，在做这件事的情况下，其实你都可以这样理解。反正是在做这件事当中吧，拉不是在什么里头吗？哎，说在修建啊，在做这个做呢，你这个就要看做什么事儿，做什么事儿呢？你把它这个改成那个具体的动作。说9层神殿，做9层神殿，那就是修建，盖9层神殿。哎，在修建9层神殿的时候，后边我给托苏木，我把木读的太重了啊，我给托苏，哦是下边，哦读是下边，哎，哦是下边，下边的层。下边的顶，下边的层，松是3，下边的3层，它一共这个神殿一共9层，下面的3层，哎，这就是一个意思。下面的3层怎么着呢？后边注意啊，是果杯糖结巴，果杯糖结巴，果是门。刚见过，国是门，碑单独说这个碑啊，咱们佛经也常用，是不是啊？就是比喻，碑就是比喻，佛说8喻啊，有这个什么如梦幻泡影啊、阳焰呐，这些喻就叫碑，碑就是比喻。它的这个本意是什么呢？是这个标准就是这个，哎，本意是标准。或者叫范例呀，什么，反正就是那个的，你就记一个譬喻，一个标准。哎，这个果碑是什么呢？果是门，这个地方取标准的意思，就是门的一个标准标志，就是门楼。哎，门的标准是什么呀？就是要像门像样，像个门，就是门楼。哎，所以果碑就是门的标准，门的范例，门的样子，就是就是门楼，是门楼的意思。堂戒吧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词。这个堂戒，这个先说后边这个堂，咱们知道了是一个虚词，就是和，就是带着在一起。戒吧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基本的意思是带有，就是带领的带，有没有的有，这是它的基本的含义。带有就是戒吧，就是某一个东西它还有一个东西，它还带着一个性质，或者还带着有一个什么带有的意思。在佛经里头经常译成啊具有，就是谁谁谁具有什么什么性质，就是谁谁谁带有什么这个特点。还可以记一个词儿，记一个说法叫连同，跟这个带有的意思是一样的。连同就是谁谁谁带着连同什么，这是一个意思，基本含义。还一个基本含义就是等，就是等等的等，就是什么什么等，就是汉字里头就是说什么什么后边不说了，等就是说后边还有东西。这个戒吧两个含义，非常常用的一个词。如果要是它是带有的这个意思的时候呢，一定前边有躺，就是谁带有他就躺谁，就是和谁，他和谁就是谁带有什么东西。哎，躺戒吧。如果是等的时候呢，有时候可以带躺，有时候可以不带躺。哎，就直接说个戒，就是汉语里头等，什么什么戒就是什么什么等。哎，有时候可以不带躺，现在它是带躺了。
这个现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等的意思，就是下三层，也可以说是带有的意思。连门楼就是下三层房子带它的门楼，带门楼一块说，就这意思。下三层的房子连那个门楼一块呢，怎么着呢？是夺来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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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来除。后边那个有个最后那个后加字是爬，要把口闭起来，发一个波的口型。除，把那个口闭起来。夺来除，夺来除，夺是石头，来从石头里头，除是完成。下三层神殿包括门楼带连门楼一块的，从石头里头完成，也就是用石头来盖。所以这个从什么里头呢？有时候表示材料，就是用石头这种材料呢来完成。这个句子的意思就明白了。就是主要是语法意义，就是要明白那个夺来，就是从石头里头，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石头来做，用石头这种材料。再看下边一句，盘给托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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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是中间，咱们前面学了一个说哪盘是从什么到什么，到什么为止，盘是到什么为止。这个到什么为止啊，它其实也有中间的意思，是吧？就是从什么到什么这个之间，这个中间，从什么起点一直到什么他们之间，他们中间，所以爬日有中间的意思。现在这个爬日呢，就是指中间。爬日给托松就是中间的三层，那个9层嘛，一共中间的3层。果白糖戒吧，果白糖戒吧，果白糖戒吧，果白糖戒吧。中间的3层连门楼一块，说怕来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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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读吗？再来呀，说怕来除，说怕来除。就是也是完成，用什么材料完成的？用梭帕，梭帕就是砖头，就是这个好理解了，砖块。中间的3层带门楼用砖头来盖，最底下的3层用石头盖，中间的3层用砖头盖。梭帕，砖头。下边再看，灯给托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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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是这个顶，就是最上边，顶上的3层，最上边的3层。果白糖戒吧，果白糖戒吧，果白糖戒吧，果白糖戒吧。连门楼上边的3层连门楼用什么来盖呢？兴来竹，兴来竹，兴来除，兴来除。兴树木头，用木料来盖。这个9层神殿呢，最底下是3层石头盖，中间3层砖头盖，最上边3层是木头盖。这是意思就出来了。这个来呢是用材料的意思。咱们来读读句子啊，读读句子，今天就结束了。哈康古托杜宰巴来，哈康古托布宰巴来，哈康古托杜宰巴来，哈康古托布宰巴来。我给托松，我给托松，我给托松，我给托松。果白糖戒吧，果白糖戒吧，果白糖戒吧，果白糖戒吧。夺来除，夺来除，夺来除，夺来除。盘给托松，盘给托松，盘给托松，盘给托松。果白糖戒吧，果白糖戒吧。说怕来除，说怕来除，说怕来除，说怕来除。灯给托松，灯给托松，灯给托松，灯给托松。果白糖戒吧，果白糖戒吧。兴来除，兴来除，兴来除，兴来除。整个读一遍今天新学的就结束啊。翻过来第2句，哈南给囊呢，哈南给囊呢，俩金贼，俩金贼。我读完这一句啊，哈南给囊呢，俩金贼，哈南给囊呢，俩金贼。哈南给囊呢，
加金贼，哈南给南呢加金贼，日西南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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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日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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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起来啊，日西南呢，忙日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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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边一句，怕南给给呢，哈南给给呢，怕南给给呢，哈南给给呢，那么我妈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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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连一次啊，怕南给给呢，那么我妈忙，哈南给给呢，那么我妈忙，怕南给给呢，那么我妈忙。哈南给给呢，那么我妈忙。下边一句，米拉多杰森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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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给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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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尔北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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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外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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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板根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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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个连稍微长一点啊。米拉多杰森给从给国内，米拉多杰森给从给国内，诺尔北外俺外讲，诺尔北外俺外讲，秋板根儿，秋板根儿。下边一句，俺明星你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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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万昂呢5万昂呢，5万昂呢， 5万昂呢。阿妹喇叭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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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喇叭捏。也来连长一点试试啊。俺明星你给5万昂呢，俺明星你给5万昂呢，阿妹喇叭捏，阿妹喇叭捏。不错。最后一句啊，哈康古托都在巴了。哈康古托布在巴了，哈康古托都在巴了，哈康古托布在巴了。我给托松，我给托松，我给托松，我给托松。过百堂街吧，过百堂街吧，多来出，多来出。帕儿给托松，帕儿给托松。过百堂街吧，过百堂街吧，说帕来出，说帕来出。等给托松，等给托松。过百堂街吧，过百堂街吧，新来出，新来出。好，结束。